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到日本了解维持半世纪嘅反土地征收传统。40万年前，为咗起新田机场，日本政府强征土地，民间反对嘅传统持续到了下。半个世纪以来，台式嘅冲突超过500件，造成6个人死亡，引起外界反对传统者刺杀。另外，高雄日本政府正式撤销新田机场嘅公共私有认定。唔好个强征土地，日本对土地征收未国家严条例，未冇个出现像系新田机场安泰型嘅征收计划。我见到反对运动者嘅认为讲，日本政府冇天朝有反省乜解，安尼结果系人命翻来解。1990年代初期，由学者专家组成的调查团，经过19個擺會議，提出政府同機場公司做唔得強愛整體，將由對話討論，作出了結論。1995年的時節，日本首相接受嘅學者嘅建議，行個正式宣布撤銷成田機場嘅公共事業認定，冇一個強徵土地，政府嘅態度變到冇係強硬嘅。日本行個多嘅農民去接受賣地搬走。私もそこは大変重要な転機だと思っています。1980年代の後半から、空港反対同盟の中の熱田派というグループが、これは個数でいうと飲みの個数一番多かったんですが、公開質問状を政府に送ります。その公開質問状というのは1969年に事業認定が下りてもう何十年も経過していると。事業認定はもう失効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もうこの空港を作る公共的な意義と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んだろうかと答えてほしいと。不過成田機場冇因為一樣都做好嘅，從本單規劃嘅5條跑道，1960年代減少咗3條嘅規模，一下係喺搶完成嘅一條，第一條跑道嘅南片係喺要唔係賣地嘅農民。故所就算係喺做嚟喐，搶出嘅比短長嘅比人急，一搶完成嘅一半。跑道到航下嘅溜行道，行下係彎彎。有學者做暗算，設計試題嘅錢喺1966年日本政府核定預算嘅10倍價格。要認證日本警方受反對人士，可能係喺外破壞成田機場。故所成田機場也係機動嘅警察嘅。做高達1500艘，佔未全日本嘅警力嘅0.5%，保全人數也超過4300人，監視器超過1000機。當年機場支出嘅保全預算做高達80億日本錢，將喺機場度地鐵一條跑道，將以60米嘅東豐神山順合，都作為當高嘅微笑，更有人走落去。就算東豐神山咧，平常冇乜人咧，不過咧，成田機場公司咧。係派人喺微上落擺監視點嘅。到日下，所有呢到機場嘅人才都接受檢查。一項全日本也將有嘅機場外圍檢查，然後檢巡路嘅檢批查，一時知道成田機場可以來當緊張。それ以前にですね、空港を民主主義国家において正当な手続きを持って作るという姿勢とシステムが国の側に決定的に欠けていたから長期化したんだ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コストについては基本的に、作る側の建設手法の拙劣さ、これが原因で肥大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のが妥当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學者行家指出，自成田機場嘅教訓過後，日本就唔適合出現安太規模嘅土地徵收計劃。就算係喺要落下嘅抗議發動，不過規模嘅暴力衝突嘅情形，過後作為關係，名古屋機場喺今日填海嚟做路，冇個用徵收嘅方式。客家新聞，陳碧文、陳居明，日本採訪報道。